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6月22号。这期咱们聊一聊咱们的大国制造，聊一聊粗制滥造，聊一聊以次充好。随着这个夏天的到来，市场上对防晒神器需求是越来越火，就是各种各样的防晒服、防晒的衣服是供不应求。入夏以来，大街上又生长出无数恨不得全副武装防晒狂人呐！从墨镜、眼镜到这个帽子，到面罩，到衣服，可以说是从头武装到脚。每年的618购物节啊，防晒衣、防晒帽、防晒口罩等各式防晒用品，往往是消费者购物车中必备项。但是，正当你买了这么多防晒用品的时候啊，正当你全副武装把它穿上的时候，它真的防晒吗？今年部分销量很高的，甚至是爆款防晒衣、防晒产品被曝存在无法有效阻挡紫外线、不符合国家标准等问题，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。近日啊，央视财经报道说，市面上部分防晒衣以次充好，虚假宣传。如徐州海诺服饰有限公司一款销量领先的防晒衣，实际紫外线防护系数仅30加。电商平台却宣传为50加。这个江西信丰服装加工厂未标注产品名称、厂名、厂址等信息的3无防晒品、防晒衣包装袋上却赫然印刷 UPF 50加的标识。这个 UPF 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，这玩意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到底有没有用？谁也不知道。总之，它已经变成一个标准，一个产品开始推广。反正消费者就信，就都为之买单。报道发出后，网友对于在售防晒衣不合格这一话题展开热议。大家看视频。根据国家标准 GB-T 18830-2009规定，当产品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，且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0%，可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。以此标准衡量，多家企业明知产品不合格，仍虚标防护系数，并进行销售，成人款、儿童款防晒衣均存在类似问题。不仅这个 UPF 标识公然造假，就连制作这些防晒衣所使用的布料也不合格。根据报道，在浙江绍兴的青纺城，一些商家直接拿出紫外线防护系数不达标的布料，并透露这些布料正是众多厂商制作防晒衣的原料。使用这个劣质面料不仅导致防晒效果大打折扣，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也就是你买的这个防晒服，它不仅不能挡这个紫外线，反而恐怕滋生别的健康问题。一些防晒衣或存在酸碱值失衡、荧光剂等有害物质超标情况，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、皮肤闷热、红肿等不适症状。所以有网友吐槽说，劣质防晒衣还不如塑料袋，假的不但不防晒，还谋财害命。这个防晒服实际上它是随着户外运动兴起，也随之而兴起的一个小品类，但是它却是一门大生意。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，户外运动的兴起，防晒衣近年来已经成为一门规模可观的大生意。义乌指数预测，2024年全球防晒服这个市场规模超过600亿美元，我国防晒服市场规模超过800亿人民币。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2025防晒衣行业市场分析，预计今年中国防晒衣市场规模将近1000亿级别，成为全球防晒衣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今年淘宝平台618网购榜单显示，防晒服品类排行第一的商品1周内获得2万人下单，排行第二的产品累计销售已超20万单。而就在这些防晒服热销的同时，防晒衣商家推出层出不穷的新概念、新名词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令产品质量更难被消费者直观鉴别。北京日报曾报道称，某电商平台销售一款玻尿酸防晒衣，宣传称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2000，紫外线阻隔力高达 99.95%， 并表示额外加入
玻尿酸因子滋润肌肤。客服人员在追问下表示，玻尿酸是加在衣服里的，就是穿上身舒服而已，洗几次慢慢就没有了。但根据产品信息，这款防晒衣面料成分其实就是棉纶和氨纶。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销量规模，当防晒衣品质问题及宣传乱象摆在眼前，不仅需要各界进一步完善防晒衣产品的法规标准，电商平台也需要承担应尽的责任，不能仅充当商品交易的中转站。实际上，对于防晒服啊，以次充好，搞新概念，忽悠消费者，它的这个功能还比不上垃圾袋、这个塑料袋。我觉得这些除了对人的皮肤有坏处，它里面添加了很多什么荧光剂，这些服装它顶多就是不起作用，或者是因为它添加了一些荧光剂等等，对你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，倒也没什么大的损失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这个假冒伪劣让人痛恨，但是啊，你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你经过比较之后，你发现这服装它再垃圾，它也就那样，也顶多让你出去之后，你本来是防紫外线没防住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因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，穿不过如此啊，那吃是吃到肚子里面的。科技如狠活，这可不比穿要厉害，对人的损失不更大吗？对人体的危害，对消费者。所以说，你看你要跟吃一比，穿这个造假、假冒伪劣算什么？所以你看，最近有媒体报道，广东东莞一家凉茶铺为了使自家凉茶达到清热去火的功效，长期在凉茶中添加布洛芬、对乙酰氨基酚等药品，被查获后，老板以生产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刑。这是南方日报报道说，店主在凉茶中添加布洛芬。6月6日，东莞第二法院以3起生产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例，提醒商家守法行商，切勿因一时小聪明犯下大错。其中提到，凉茶铺店主销售加料凉茶被起诉。被告人李某原系东莞市沙田某某某凉茶店经营者。2024年，李某在经营过程中擅自将含有对乙酰氨基酚、布洛芬药粉添加入销售的凉茶中。2024年3月11日，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沙田分局依法对沙某凉茶店进行检查，对销售的6款凉茶进行抽检，并从现场起获可疑白色粉末1包。经检测，上述抽检的凉茶中，部分检测出含有对乙酰氨基酚、布洛芬等成分，还有什么氯苯那敏。现场起获粉末中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成分。2024年9月5号，民警将李某抓获。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生产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，依法应予以惩处。李某归案后坦白自己的罪行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考虑李某犯罪情节较轻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，没有再犯危险，回归社会服刑不会造成不良影响，且足以达到惩罚与教育的目的，可以依法对其实用缓刑。最终，东莞第二法院认定李某犯生产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刑1年，并处罚金2000元。在凉茶里面加布洛芬，这个简直是个人才，他是创新型的，这个给人感觉有点像中医爱好者啊，或者中药爱好者。凉茶本来也应该归类在这个中药范畴吧，很贴心，没有加钱，就在你的茶里面给你加上布洛芬。布洛芬在口罩期间那是一颗难求，那都多贵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口罩期间布洛芬那是非常紧俏。你看这个人家为了卖凉茶，在凉茶里面加布洛芬，那也是不惜血本的。这让我想起了好像是江苏什么地方一个大饭店，直接在汤里面就加，也是加药，防止你喝完汤拉肚子，也是很贴心。这个已经不是什么以次充好，说什么用过期食材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什么临期食品，
这都不是了，人家是主动加药。就这种行为，你说跟那个卖防晒服啊，哪个更恶劣，哪个更严重？当然有人就说了，这个还不算更严重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毕竟你一吃下去，你一喝下去，不是马上就起效果，马上人就不行了，马上就会产生危险。你还可以有很多缓解或者是急救措施。下面那还有的产品一旦出事，那就是大事。但是这种产品它又不是说很罕见，它就是我们随手可得的，就在我们身边。一旦出事就是大事。什么产品？就是充电宝。现在你说出去旅行、出差，包里放一个充电宝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，手机使用都是一天10几个小时，但是我们的手机电池又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，刷一刷就没有了，就必须要充电，所以充电宝就非常火热。尤其出门旅行、出去玩，充电宝又出了什么事？大家看视频。这什么炸裂的消息啊！充电宝不安全了，整个行业现在炸锅了。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还有取消3C 认证来了。前脚罗马士才史诗级召回了超49万个存在安全隐患的充电宝，后脚整个行业现在快被掀翻了。罗马士、绿联、安克创新还有贝斯在内的多个充电宝大牌多款产品 3C 认证证书被暂停了。而从去年8月开始，没有这个3C 认证的充电宝是不让卖的。这波把证书暂停就是断了销售，因为有安全隐患。有一些品牌是只有少量的产品受影响，但是罗马士几乎全线挨刀，这背后就是安全警钟已经敲到冒烟了。充电宝飞机炸完高校炸。我看了最近很多北京高校发了通知，说2万毫安的罗马式充电宝容易发生爆炸，像中国传媒大学、北京联合大学都炸过了。于是北京多所高校现在禁用罗马式充电宝，都上过热搜。甚至不知道，今年3月20号杭州飞香港的航班上也有起火，也是2万毫安的罗马式充电宝在行李箱里面自燃导致的。服务用户超过1亿人的牌子多次出现事故，这意味着整个行业安全红线有失守的风险啊，不是这一个牌子一款产品的个案，所以现在才出现了充电宝行业大规模召回，还有3C 认证被取消。这年很多充电宝各种牌子都是比容量、拼价格，还有秀颜值等等，搞出了各种天花乱坠的功能。但是外在加法的背后，居然是内在安全在做减法。为了节约成本，一些供应商和企业居然还敢在电芯质量上打折，造成了多少火灾还有事故啊！充电宝绝对不可以变成定时炸弹。说白了，咱买充电宝是为了缓解电量的焦虑，不是用来制造安。这个叫丸子妹儿，这个 UP 主说的，这个充电宝可不是开玩笑，因为大家出去，这充电宝是要带上飞机的，要带上高铁，一旦出事，那就是灾难了。为什么这么多品牌的充电宝居然还出问题？为什么有问题，居然它还能通过3C 认证？这才是个问题。那你这个3C 认证是干啥用的？我看有媒体说，这个充电宝品牌召回，他们主要原因是电芯，就是叫锂聚合物软电芯质量有问题，而提供这个电芯的生产厂家叫安普瑞斯无锡有限公司。有网友再去一扒，发现这个电芯生产厂家，它电芯涉及，它给几乎国内所有的充电宝厂家都提供电芯。那就是说，不光是这个舆论风暴中的罗马士，还什么安克，其他的品牌多多少少都有。罗马士啊、安克等等，现在对这些充电宝进行召回，不管它怎么处理，你说连这样的东西都能卖出来，幸好没有酿成大祸。那安检你出厂品质怎么保证？它怎么出的厂？现在各地机场已经开始严查罗马士、安克等品牌的充电宝，禁止让出问题的批次上飞机。你这么查，哪查得了？还有很多，你比如说什么绿联、贝斯、小米，他们有可能都用了不合格的电芯，在充电过程中有可能是过量发热，导致起火或者爆炸。这么搞下去啊，以后机场很有可能充电宝就不让你带，跟打火机一样。有媒体报道，6月20号有传言表示，罗马士充电宝3C 证书全部撤掉。罗马士有旗舰店下架充电宝。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发现，相关传言属实。罗马士科技相关公司快充移动电源3C 认证几乎全数被撤销，
标注的绿色箭头以下相关 3C 证书已被撤销。查询到目前可能剩余2个，其余都是充电器相关。另外，罗马市抖音旗舰店充电宝已搜索不到，只有充电插头和配线。抖音商城无法搜到该品牌商品。此前媒体报道，至少有21所高校下发排查通知或安全提示，称近期发现2万毫安的罗马式牌充电器在充电时，相较其他品牌型号充电器更容易发生爆炸现象。说什么好？从服装、防晒衣以次充好，乱标防紫外线指数，到这个凉茶汤里面加药，再到充电宝起火、电芯不合格，这就是我们的制造。这种现象实际上不仅限于什么服装、凉茶、食品、充电宝。服装这个咱们都不用讨论，就那些以次充好，反正没有什么，就不值得一提，无非让消费者在金钱上有点损失。他图财不图命，你这个食品安全图财又图命，危害公共安全，那就更危险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涉及到安全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能开玩笑。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，这个汽车它跟手机、跟这个平板电脑还不一样，手机有点问题，电脑有点问题，你就开不了机，死机，跑得慢，也就这点事。你说这个汽车要是有问题，那是要命，涉及到安全，不光要自己的命，它还可能要别人无辜的人的命，还会危害公共安全。但是你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起火的，一出事门打不开的，新能源汽车里面太多的花里胡哨的功能，唯独在这个安全这一块下的功夫不够。但是它又造出很多名词来忽悠消费者，就像那个防晒服一样绝大部分人搞不懂那些指数、那些指标什么意思。总之，人家卖的人说好管用，消费者就跟着买单。我刚才说了，这服装这玩意反正是就骗你点钱，毕竟不要命。你说这个汽车，这充电宝也是看上去不起眼，但是一旦它要出事，那就是大事啊。关于食品安全，那这个说了多少年了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大家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吃的东西恐怕有问题。你想，你每天要吃多少东西？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就光是这个酱油又分多少种？这个一个酱油里面，它搞出很多概念出来，从食材到添加剂，到调料、调味品，再到烹饪方法，再到运输、储存等等，这多少个环节？最后再到你吃的那一盘菜。所以说，在目前这个情况下，你那一盘菜到底有多安全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啊？它们原因不全相同，但是它们有个共同特点，那肯定就是卷。因为大家赚钱都不容易，都要降成本。比如说新能源汽车，这长城的老总魏建军已经说了，那就是卷价格，卷价格。你把车价格已经卖到10万，那大家都要压价格，你还指望着那个零部件质量能过关是吗？这个防晒服也一样，大家拼的都是价格，要么就是讲故事，搞新概念，那也是骗消费者；要么就是压价格，要走量，压价格那就是以次充好啊。为什么充电宝那电芯会出问题呢？充电的时候会过热呢？那不就是为了压价格，以次充好吗？关于这个，我很有发言权。我大学一毕业，我分到钢厂正好赶上，这不是大裁员吗？大下岗，那时候钢厂效益特别差，工资只能发一半，那不叫开源节流，降本增效。什么叫降本增效？就是把你这个产品的原材料拿那便宜的替代好的，替代那些贵的，1分钱1分货。如果你这原材料价格贵，那你这个产品的价格也会贵，但是你的功能会更好。那现在要降本增效什么意思呢？就把你那个贵的原料换成便宜的，但完了还让它能用能对付，这就叫降本增效。实际上就是叫以次充好，但是前提是以次充好之后，你这东西大体还能用。什么叫大体还能用？这没个标准，那就看个人操作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想到要降成本的时候，不择手段，因为这个变成一个 KPI， 你的任务就必须把这成本给降下来，那什么手段都用。所以在降成本的过程中，一定会损失它的这个功效，一定会损失它的质量。所以造成这个现象，它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内卷，大家都要打价格战，大家都要去降本。实际上各行各业都一样，在建筑行业以次充好，偷工减料，最后就是豆腐渣工程，这些都是中国制造的一部分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